用耳朵閱讀文字，好書伴你成長。歡迎嚟到利馬竇中學好書解讀音頻。第二次世界大戰係人類戰爭史上最濃墨重彩嘅一筆，喺歷史學界亦都係一門顯學。唔少嘅專家窮盡一生去研究相關嘅著作，更加係汗牛充棟。但係絕大部分嘅研究都係聚焦喺戰爭嘅過程、政治博弈、軍事戰略等等宏大敘事嘅角度所展開。而今次要介紹嘅呢一本書，確係另闢蹊徑。讀者特意挖掘出一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節奏中鮮為人知嘅微觀細節，而呢一個細節就係圖書啦。呢一本書嘅書名叫做當圖書進入戰爭，副標題係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嘅故事。其內容就係講述咗圖書係點樣幫助美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作者名叫莫里古皮特爾曼寧，係一位身兼作家與執業律師雙重身份嘅跨界學者，並且佢嘅著作都幾豐富㗎。著有以法蓮市場嘅神話等等，作品多見於哥倫比亞法律和藝術等等諸多高端刊物之中。正係作者呢一種雙重職業嘅背景，賦予咗佢觀察歷史與寫作歷史嘅獨特優勢，既能夠以律師嘅神物去剖析史料，又能夠兼備作家嘅敏銳，捕捉嗰啲被傳統所忽略，卻又能夠感人至深嘅歷史細節。咁回到書上，你可能又會覺得奇怪，槍林彈雨嘅戰場同埋圖書會有啲乜嘢關係呢？圖書呢一個看似脆弱嘅文明載體，喺你死我活嘅血腥戰場中，究竟可以扮演乜嘢嘅角色？作者喺書入邊通過真實嘅史料與生動嘅故事，向讀者揭示出書籍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舉足輕重嘅影響性。正如呢一本書嘅副標題所講，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嘅故事，呢一個並唔係嘩眾取寵嘅噱頭，而係真真切切嘅歷史真相。喺以和平主導嘅當下，我哋對戰爭嘅基本了解都係透過文字、圖片、影片呢三大嘅途徑，而呢一啲平面化嘅媒介唔能夠讓我哋了解到戰場上嗰種窒息嘅肅殺氛圍，更加唔可能讓我哋親眼目睹戰友被子彈穿過、被轟炸得支離破碎嘅嗰個場景，冇辦法真切咁樣感受到喺戰爭當下人性價值被碾碎得粉碎，生命宛如一文不值嘅草芥咁樣被宰割，嗰種絕望、嗰種恐怖、嗰種無助，冇親身經歷過戰爭嘅人係永遠唔可能真正了解嘅。戰場就係人間煉獄，無情咁樣吞噬住士兵嘅生命。即使喺戰場上能夠僥倖存活落嚟嘅士兵，嗰種對死亡嘅恐懼，亦都會慢慢腐蝕士兵嘅精神與理智。好多士兵雖然能夠活着離開戰場，卻要飽受精神與心理嘅折磨。咁何嘗唔係另外一種死亡呢？所以講話戰爭絕對唔係雙方軍事武力上嘅對壘，更加係一場精神意志嘅較量。正正係當士兵們嘅心靈防線即將崩潰嘅時候，圖書提供咗必要嘅思想養料。呢啲文字所構築嘅想象世界，就成為士兵對抗殘酷戰爭嘅精神防空洞。呢一種以文化對抗戰爭創傷嘅智慧，讓圖書成為咗二戰中最特殊，亦都係最有效嘅非致命性武器。正如一位老兵回憶到，當周圍都係死亡嘅時候，呢啲書讓我哋記得我哋係為乜嘢而活。喺二戰期間，美國軍方與美國圖書協會聯合發起咗軍工版圖書嘅計劃。呢一啲圖書主要嘅目的係為咗俾呢一啲嘅士兵心靈上嘅慰藉與精神上嘅支持。正如美國陸軍上校愛德華旺森曾經所講，作為教育同埋指導人嘅最主要媒介，
圖書唔單止被當作係有價值嘅娛樂方式，同時亦都係改善人們性格同埋行為嘅一種武器。戰爭係意志嘅決鬥，而唔係單靠武器而進行戰鬥嘅。成個二戰期間，軍工版圖書嘅計劃總共發放咗1.23億冊嘅圖書，無論係歐洲戰場定抑或係遠在太平洋戰場嘅士兵，都能夠收到呢一啲療癒心靈嘅圖書。呢啲軍工版嘅圖書充分考量咗呢一啲士兵嘅需求，輕盈小巧，並且協會研究過士兵標準制服嘅口袋尺寸，確保大號嘅軍工版圖書都能夠裝入士兵嘅褲袋入面，小號嘅圖書能夠藏進士兵胸前嘅衣袋中，讓士兵可以隨身攜帶。成個戰爭嘅期間，軍工版嘅圖書成為咗精疲力盡、疲乏困頓嘅士兵們嘅精神依託，讓佢哋重燃希望。而軍工版圖書嘅選擇亦都係圖書協會嘅重要事務，並非所有嘅書籍都能夠成為軍工版嘅圖書。圖書協會會從圖書嘅內容、知名度、價值等等各個維度去進行綜合嘅考量，最後入選嘅圖書必定能夠同時滿足幾個關鍵嘅條件，既能夠提振士氣、緩解戰爭嘅焦慮，更要體現美國文化嘅精髓，既要有足夠嘅文學深度，又要保證可讀性強。因此，唔少嘅作家會因為佢嘅作品被收錄喺軍工版嘅圖書而感到驕傲自豪。喺成個二戰期間，最受歡迎嘅一本書就叫做《布魯克林有棵樹》，有好多士兵對呢一本書都愛不釋手。因為佢正正就係描繪住底層奮鬥嘅故事，與士兵嘅戰場生活體驗產生咗強烈嘅共鳴。唔少嘅士兵喺讀完之後都會感動落淚，備受鼓舞。作者史密斯更加係憑住呢一本書一舉成為全民嘅偶像。但係有趣嘅係，唔少默默無聞嘅圖書會因為成為軍工版嘅圖書而一躍成為咗美國嘅文學經典之作。圖書對於士兵嚟講，又係另外一個嘅世界。正如一位士兵所言，呢一啲小書太偉大啦，佢能夠帶你去另一個地方。圖書已經成為士兵逃脫身份嘅唯一方式。閱讀圖書能夠讓士兵短暫忘記自己淨係身處煉獄，又可以短暫前往另外一個溫暖舒適嘅世界，遨遊其中，讓緊繃嘅心靈可以鬆弛落嚟。佢哋嘅思想與心靈能夠短暫集中喺一啲更加有益嘅事物上，從而避免太過於專注於思考戰爭嘅毀滅性方面。呢一個變相使佢哋更加能夠積極應對戰爭，同埋提升自身嘅戰鬥水平。正如書入邊嘅副標題：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的故事。所以講話圖書就係軍人可以攜帶重量最輕嘅武器啦。以下係呢本書嘅思維導圖，有興趣嘅話，不妨將佢保存收藏起嚟啊！今日嘅好書解讀音頻就嚟到呢度結束啦，多謝大家嘅聆聽。